来继续来看新竹县的北部，有民众翕到一大阵的山猴，伫个树仔顶跳来跳去，为这丛跳去迄丛，搁为迄丛跳去另外一丛，进行咧挑战着迄种跑酷的运动。当地村长讲，这阵山猴常常拢会出现偷食作物，虽然是无攻击人，但是出现的地点离社区敢若500公尺远。村长是来提醒着当地乡亲，若拄着这个山猴，莫甲饲，莫甲因接触，安尼较妥当、较安全。有一只啊，上来了，花边又上来了。好。一只对一只，袂输敢若算袂了共款，这高阵伫树那，敢若撞来撞去，袂输咧开运动会。还有。要跳进前，拢会加速跳过另外一丛树啊。那只抱着一只哎。要高某抱高囝伫跳，佫敢若有高王伫遐摇树话，敢若伫示威，经过意味十足。这是新竹县北部的南坑村，有民众看到高阵出入，敢若是伫搬沙位。我说：“怎么那么多松鼠？”然后后来看不是啊，原来是猴子。那他们就说：“哎，发现。”我说：“哎，是很难得的这个现象。”村长讲，狗袂伤人，不过时常会偷食竹笋甲青菜，互在地人真困扰。看到了6到8条，最大的有20斤哦。在地人讲，这款的情形真罕见。村长是讲，进前都喺伫山内才看到因的踪影，啊，这摆是规定出现伫山骹，离社区差不多敢若剩500公尺，已经提醒附近的人爱细致，同时莫甲因饲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